升 EIV 啊，讀體育有 Youth College 就入面有得讀 sport 咁樣嘅，係啦，就喺呢度嘅啫。跟住括弧有 sport 咯，即係佢有分兩科嘅，一係 sport，一係就係 engine。當初有冇啲咩人或者事令到你哋去揀咗呢一科？我開頭喺學校就讀得唔係幾好，所以就諗住上網揾下睇下咩其他去讀啦。咁咁啱我阿媽又揾到呢度，咁啊問我，咦其實有冇興趣讀體育啊？跟住我話，咦其實都 OK 喎。咁你諗住睇下啲資料，跟住最尾就嚟咗 interview 咯。舊中學嘅運動氛圍就唔係咁好，同埋好似冇咩球隊，即係可能就手球啊、跳高啊、田徑之類呢啲都冇。而當然有要求過嘅，但係學校都係話會幫我哋處理，會幫我哋開發嘅。但係咧就最後都係冇一回事咁樣。咁但因為點講咧？有種感覺好似為運動而生咁樣，就覺得每日返學又好似追逐唔到自己嘅夢想或者興趣咁樣，就想轉過嚟。呢個課程入面咧，即係可能我哋普通我哋諗讀體育，可能就係普通籃球啊、游水、跑步、田徑之類呢啲嘢啦。但係入到嚟就係其實係大嘅話，可能係講到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嘅運動發展啦。但係可能細講到一個運動員嘅道德啦，一個運動員嘅心態都有嘅，所以好大得罪嘅。一個運動員有咩規矩要守啊？即係例如我哋比賽嘅時候應該有體育精神啊，或者唔可以食禁藥啊，即係呢啲細節嘢，可能我哋平時中學學唔到，但係可能嚟到呢度佢會更加細節咁講。其實我哋呢個世界有一個組織係專登為運動員吸食毒品或者食禁藥嘅一個組織去制止佢做呢啲咁嘅嘢咯。對呢科我係覺得好有興趣咯，因為開頭可能傳統中學咁你都係讀中史啊、地理咁樣，呢啲其實係即係講真呢句，其實同我哋又好似又唔係好關事。咁但係如果我哋作為運動員咁樣，我哋可以讀翻啲關於體育嘅嘢咧，咁啊唔同喎，即係可能你可以了解到運動員嘅守則啊，即係嗰啲規矩啊，唔同嘅嘢。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有趣好多。如果你話我之前就係讀生物啊，或者可能係會計咁樣嘅，但係咧其實點解好咧？學完現實中又用唔到出嚟咧，就會變到其實令到好似記得有啲辛苦。但係如果你嘅每日學緊嘅嘢係你嘅興趣，係你中意嘅嘢咧，你會更加會俾心機咯。因為你諗下，你可能喺出面做完運動之後，可能翻到屋企做功課嘅時候，又係圍繞住運動咧，總之就係會好充實咯。